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透过司法追求正义，全民拢争权的期待。但是无辜的人，若是因为冤枉红掠去关，因寻求平反的道路，阁要承受偌济痛苦呢？发生伫2000年的台南归仁伤尸命案，当时红指控共谋杀人的死刑犯夏志宏，伫过20年后，透过再审的定数。今年的5月，台南高分院总算甲改判无罪，因为检察官发现当年这个证据无充足，警方阁依序刑求，嘛来稳藏着夏志宏所写的行踪交代稿。透过这个新事证，夏志宏重新得到清白。这件冤案，让夏志宏赔掉青春，嘛让社会真侪省思。当司法无法度落实正义。阁要安怎保障每一个人未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呢？41岁夏志宏，即摆找到一份头路，嘛真珍惜甲父母至亲斗阵的时间。今仔日节目一开始，咱就来看夏志宏无罪了后的额外人生。报告庭上，我没有杀人；报告庭上，我是冤枉的；报告庭上，我没有强奸，像个鹦鹉一样一直去强调这个事情。可是得到的结果就是你在说谎。我那时候想说，可能就是要以死自由。真的自由？我不知道，我只能过好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工作，然后陪家人。我是谢志宏，我在民国89年6月24号依照这个案子，6月28号受冤进去。跟爸爸说无罪定谳了，然后我会跟哥哥一起分担所有家里面的问题，也会照顾我妈妈，让她不用担心。啊，有卫生纸吗？蛮伤的，只能回去灵堂上香。要送爸爸最后一程也没办法。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个。案发当天，死者陈姓少女就是在贵人乡这家超商的前面等男朋友。没想到郭姓跟谢姓2名嫌犯在这个时候上前搭讪，而死者也答应了搭乘嫌犯的机车去兜风。嫌犯郭俊伟先把死者带到了住处强奸，后来又担心事迹败露，结果连砍陈姓少女44刀。至于另外一位死者68岁的老农民张清木，可能在歹徒行凶的时候刚好路过，没有想到也遭到了狠击灭口。车子就到这边嘛，然后到的时候，郭俊伟就叫我骑。八幺牌上面有没有离手？8号牌。然后我就骑。头家甲师傅讲叫我较乖，唔通食薰，一担要互我出师好欢喜啊咧。啊欢喜无搞紧，我警察来啊。警方他们那时候已经设定好一个故事题材，就是说，我跟郭俊伟是在在那边跟陈女发生关系，发生完关系之后，我们2个一起把她带去厕所杀害。你要在那个当下去跟他们说你没有，他们也不会去听。警方那时候逮捕我之后，并没有进行任何的证据调查，也没有立即把我们扣案的车子送去化验，说这个有没有血迹反应。最后，高等法院判决2个人死刑定谳。我们没办法看到家人，在看守所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用指甲，然后在墙壁上刻一个痕迹啊，记录着今天又过去了。在那个小平数的房间里面，然后每天等待的就是希望官司能够
得到水落石出的时候。可是，一天天的等待，在一次失望，一次希望，这样子来来回回12年。收到死刑确定的时候，那时候是蛮绝望的，但是也是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蛮解脱的。其实这个案件有很多程序上面的可疑之处了。谢志宏在检察局2次的自白，依照法条规定，他必须要有录影带。你怎么讲的嘛？你怎么说出这个自白？结果来来回回周转，发现这个录音带不见了。那你警方，你录音带到底跑去哪？法院误会说刀伤深浅不一，就是2个人所杀。法医也就说，他最后面出了一个更正的报告，他说不能够从尸体上面的这个刀伤数目还有这个方向去推论行凶人数有几个人。好，那所以这2具尸体在评价上面应该就是一个中性的，不能够指向谢志宏。后来呢，我们是又花了9年的时间，才又找出新的证据，才能够去帮谢仲平反，就是那个蓝股长的这个鉴定报告，然后还有林正峰检察官找出来的行踪交代稿。这个行踪交代稿，他是说在做第一份警讯前，大概3个小时前在那边写。那我就在解读，它就是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说，你谢志宏，你到底在怕什么？你为什么一开始是否认？3个小时后你去承认杀人哦，杀人会判死刑的。第二个就是说，既然他否认的话，那这一份笔录是不是也应该送给检察官做参考？历次审判里面，你也不愿意再补送给法官，警方你在怕什么？谢总加油！加油！加油！快了，慢动作哦，大家鼓了啊！容易啦！本案查无积极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涉案。我从死牢走出来，我知道身居死牢为冤罪寻求再审是多么艰困，终于能让我的案件在各方监督下获判公义的结果。谢谢你们。来，互恁遮大家做多谢吼，甲阮来斗帮帮吼，阮谢哈，大家谢。宣判无罪那一天啊，哦，他是真的是叫出来了啊！我想累积他在心中的压力，我马上就走过去，我去跟他说恭喜，然后我祝福你，哦希望你能有一个璀璨的人生。国家是对不起你，我跟你道歉。你安尼较会当安尼直过来讲，我哥想伊无做，我哥硬要甲等伊倒来啊。如果当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成熟点、稳重点，然后不跟他出去的话，甚至说懂得思考，那我们可能就是跟正常人一样，无罪定谳了。烙在世人心中的还是很多的疑问。我是真的很想让所有能看到这一段影像的都能够知道，这个事情我真的没有做，因为我的双手我可以证明真的是洁白的。来，两个加了。无啊，你这有的啊，你唔能。要用，我底下这个，专门加这意思。出来之后，你最想把握住的是什么？最想把握住的时光，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啊，买鸡啊，买哥，买啥？唔免啊。没有，过来点那边，在地上。买好啊。我先走，他们先走，谁都不知道。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还有时间去喝吗？所以我把这一场就是归类成转山，我进去山里面去休息。
拢伫迄个溪啊，共款，爱2、5、2、8无共。伊捌甲我问过，他讲头家多谢你给我请，我想啊，因为我有这个东西，我说我不看那个东西，我是看人啊。对，志宏，你路上慢一点哈。我骑很慢点。那我出发了。好，我先走了。我其实，在他工作的过程中，我完全是不知道，我们也是看了媒体知道的。他在重获自由走进我们公司的那一天，我开始认识他，他非常的热忱向上、尽责，而且非常的有爱心。老板早。很远。这都一犯罪政府的对个。大家阿红送货足紧的有啊。使命必达。谢谢。我遇到的很多厂商都蛮不错的。知道你的过去吗？如果老板有跟他们讲的话，他们就大概都知道了。他们不会主动问，但是大家都是心照不宣。他们蛮棒的，就是会给我空间的。我很感谢老板，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是说哦谢总你不要做了，他反而是说谁没有过去了，然后你就继续做啊。在营运低谷的时候，他跟着我们一起打拼，站在我们的立场，真的我们非常幸运能够请到他。所以捌甲我讲过，伊讲介绍人出来请，我讲每次拢无要紧，别人请人就袂看会到嘛，有较要甲请。咱嘛是讲希望伊愈来愈好。我们会跟他讲说，虽然你会觉得说你40岁了，快要迈入中年啊，但是我是跟他讲说，40岁其实努力工作还是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不要想太多了。我们希望说他还是按部就班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你也有时候会去平院那边去志工的培训，你想做的是什么？经验分享吧，就是尽量让更多人知道我的事情。我不敢说一定能帮助到很多人，但至少可以阻止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发生。那个圆满伤害就是有始无终了，所以我们是留意到说，警察的也许这某种办案手法或者侦查方向的改革，可能会是一件我们在这几个冤案里面看到还蛮重要的一个环节。谢志宏他做了一个有点黑色幽默的比喻，他说他是司法的大体老师，然后他的这个不幸的遭遇，然后让法律界的人来看看说这个司法体制是不是出了什么病灶。跟这家伙真的自由了，我不知道，我只能过好像每一天的生活，为了家人、哥哥、妈妈，然后还有律师他们，不要让他们再担心，我还是会继续的再往前走吧。